多谢平南，昨有一个姓黄的女大学生，甲因即日伫新北市邦桥区等公车的时候，边仔大楼落来冷气去牵着，送伊急救嘛是无效。这个倒冷气的师傅被依照过是第四座上班，伊嘛承认讲，这款冷气要安怎倒，伊无啥了解，就要敲电话问同事。今日一天有住户伫讲，这施工的位甲时间拢有问题，敢有叫一个调查发现讲，无做安全的措施，上济罚这个头家30万，另外厝主甲厝卡嘛有可能有连带责任。叫警察考起来上班，头淡淡都无讲话，坐起了警察车，伊叫伊过实第四座上班。是不是没有绑安全绳？伊就是或者将冷气煞无细力，互规台冷气飘落来，甲姓黄的查某大学生喊是31岁细力的工人。虽然伊有4年的资历，毋过对装行型的冷气无熟手。伫咧装冷气时，佮要敲电话问同事免怎倒，是毋到一个放手会发生意外。点规定哪边可以装这样，那个地方是不是违规？不一定哦，它可能是正确的位置，它可能只是没装好。有住户要了，安我大楼路口的壁袂当装冷气，施工的时间嘛无符合社区的规则，是相合违规。公务局调查发现，社区104年捌讲过规则，冷气当装伫咧回台，本也嘛经过管委会同意，施工的时间是管委会设定，所以公务局无违规。不过劳工局部分因为过程是无符合安全规范，会当依照职安法罚工人公司的头家，相关会扣罚30万。是它的冷气机的框架必须要妥实稳固。那在整个冷气机要在上架之前，必须要有安全绳去做一个防护。事发后，包括嫌犯在内姓王的厝头家和姓王的厝卡嘛来做笔录，即马拢互列作是关系人，有可能嘛有相关的连带责任。民事责任部分呢，可以检视雇佣工人的人看是房客还是屋主等人呢，是否有尽相当的注意义务，也就是讨论所谓的雇佣人连带责任的问题哦。将冷气煞伫咧施工时发生意外，无做好安全的措施，害死一条无辜性命。起早开发意外，除了工人防移送法办，相告相关责任，会个进一步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